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来练习今仔日要唱的圣诗。咱今仔日对第一首、第二首、第三首安尼照顺序来练吼。第一首圣诗第227首，圣诗第227首，全地拢着恩主上帝。咱先来请苏琴对头到尾大一届吼。全地拢着恩主上帝来唱新歌无停，日日传播以大救恩，感谢乌老敬尊。好，若会当看圣诗，咱就将圣诗提出来，对咱三来。全地拢着恩主上帝来唱新歌。这首的时阵，迄个 melody 甲咱讲较无啥像咱所想的遐尼理所当然吼，所以咱若是较习惯是看PowerPoint的时阵，你可能都爱小看听苏琴的迄个曲调吼。若是有迄个会当看圣诗的，咱就尽量唱大较大声安尼吼。咱个对第一再来前奏，谢谢。三来，全地拢着恩主上帝来唱新歌无停，日日传播以大救恩，感谢五路敬尊。好，另外一个小可注意的所在。第二段来唱新歌无停，才甲响2拍尔吼，咱较惯是会响3拍，所以2拍2拍了就要随接，日日传播，好，安尼继续落去。好来，咱来煞吟第2节，前奏谢谢。第2节，三来。你帮中着用银光，记表所随交赠，上帝给大子孙无对，连我应该敬畏。小可注意一下吼，这边是。至尊无对，毋是无对吼，无对，所以咱第2节再来唱一届，前奏。三来，你帮，歹势，咱对头起来吼，是我毋对来，谢谢。三来，第5节，上帝催我心破人类，天地快乐欢喜，海角基中充满春意，南中大声无停。第2谱表吼，海角基中所，海角基中所充满意，南出大声无停。这
是咱可能爱小可注意的所在吼。来，咱第5再可能唱一届。第5站来，上帝赐我心欢心对，天地快乐欢喜，海角其中所充满的，农作大下不停的来在。残恳秋把隆中欢喜，地主民情饮食，一朝公义，心破世间，世事地理苏好。好，真好啊！等下。后段有甲咱大家提醒的所在，等下正式礼拜的时阵，咱就爱小可注意一下吼。好，第2首献诗第128首。献诗第128首，主耶稣我的主，伊有对死过我，打做我的主。万人着拍败，万民着宣告，基督是我的主。咱来唱第1节、第4、第3节、第4节。3来，主耶稣，我的主，伊有对死过我，打做我的主。万人着拍败，万民着宣告。小可注意一下吼，就是，咱即摆看投影片第2节甲第2排甲第2排所在吼，伊有对死过我，他做我的主，迄个节奏是较紧的吼。搁过来第3节的所在，万人着拍败，万民着宣告，宣告的音是较低吼，毋是咱可能比如。万人着拍败，万民着宣告，毋是着宣告。吼，这声咱较小可注意一下。好，咱来对第3节、第4节，搁来练习吼。第3节，3来，主耶稣，伊是听，伫伊心所行表明伊是。受伊真行伊这下欢喜唱，基督耶稣是听。搁过来，歹势哦，第4节来，主耶稣，我名主，言是头帮助有我名的主，伊的口条。第4节搁一届吼，来，主耶稣，我名主，言是头帮咱主有我名的主，伊的口条咱甲伊永远大，基督我名的主。好，等下礼拜时阵，咱可能唱小可搁较紧一淡薄仔吼，请咱小注意一下。第3首是圣诗548首。我是为基督，死得力也有福。我的心目阮主的国，做你尽忠劳保。这首咱作写，所以咱来唱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。3来，无论体会本事，还是尊贵富足。
三站。无论坎坷高高，还是有本宽路，也为着事情来传播，也是一拢无。好，今仔日的练习到这，请咱陪伴先今仔日的礼拜。请大家闭办心来敬拜上帝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做伙来吟圣诗227首，圣诗227首，全地拢着仰主上帝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咱游玩徛伫，做伙仰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众兄姐聚集伫遮，做伙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。主，你知，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，无好好用对你来的赏赐的恩赐。阁袂记这你的慈爱，主啊，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，心来见笑甲忧愁。主，恳求你怜悯阮，假使阮知影阮的毋对，洗清阮一切的罪恶，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，赦免阮的罪。帮助阮所行的，拢有下主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感谢你创造美丽的地球，也创造万物，互阮即块土地生活。总是即几年来，因为人为的破坏，造成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大。有的所在真久无落雨，直要欠水；有的所在雄雄落大雨，造成淹水。热天愈来愈烧热，寒天有时互人感觉真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会晓疼惜即块土地，保护环境。也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来处理气候变迁甲天然灾害所带来的问题。主啊，最近的天气变化较紧，有的会友感冒、身体欠安，也有真侪长辈暂时无法度来教会做礼拜。主啊，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得到医治，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礼拜的会友得到平安。即时，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43篇，启应文43篇记载伫以赛亚书12章。咱做伙来启应。伫迄日，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，伫迄日，恁会讲，将伊的所做直会放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住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做伙来吟圣诗128首，圣诗128首。
主耶稣，我的主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，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。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，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找保惠师来教示。互阮对你的话、灵命得到培养，信仰得到坚固，活出基督的模样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今日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7章。以赛亚书27章第1节到13节，请咱注意看。听我来读。伫迄日，上主要用伊顶国内的大基剑刑罚迄只海兽，就是旋来旋去、缩真紧的蛇，搁要杀死迄只海怪。伫迄日，就为着出好酒的葡萄园来欢喜唱歌。我上主是固守葡萄园的，我不时甲伊压水，我年日拢得固守，才免有人甲伊损坏。我无过对葡萄园受气，园内若有刺皮野草，我会尽情甲伊扑，甲因烧了了。遐个对敌。若无爱安尼，就归往我，受我保护，甲我和好，因就甲我和好。将来以色列会定军，雅各会复芽开花，因的果子会遍满全世界。上主拍以色列，无亲像伊。拍遐个攻击因的遐尼严重，伊杀害因，无亲像伊杀害遐个屠杀因的遐尼厉害。上主放着因，赶散因，用安尼刑罚因。伊伫透东风的日，用强烈的风吹散因。以色列若拍碎外邦神明祭坛的石，无搁有阿舍拉女神的雕像甲香台，因的罪过就得到赦免。
因的罪得到解除。若无坚固的城市会变荒芜，亲像旷野无人徛起。伫遐，村牛在休困，在食草，会甲所有树枝的叶食了了。树枝一个孤单断去，查某人就捡去香火，因为因是完全无知的子民，所以做因的无要怜悯因。因的创造主无要施恩予因。伫迄日，对幼发拉底河到埃及的溪谷，上主会亲像修身果子安尼，甲恁以色列的人民一个一个组织起来。伫迄日，大基扫角会弹。遐个流亡伫亚述地、甲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会倒转来，因拢要伫耶路撒冷的圣山敬拜上主，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。即时要请圣歌队希曼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吟哈利路亚》。即时，请郑永文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审判国复兴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希曼诗班早起用这首巴哈真水的歌《吟哈利路亚》引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咱以赛亚书读到27章对24章开始，咱有讲起这段是真特别，属于天启文学的这个作品。伫咱今仔日同款最后一章嘛，延续进前的主题，就是讲起审判，上面佫讲起复兴，还是应允。但是今仔日经文内底，迄个应允的主题是较主要的。审判是带有条件的，咱较定就会读到这部分。另外一方面，头前为13章开始是对列国的审判，
连续一个演煞到前一章、26章，拢有迄个真国际性的迄个局势。啊，今仔日呢经文呢，佫倒转来到犹大甲耶路撒冷，甲头前第1章到12章的迄个结构较瓦近，较瓦近。所以今仔日佫倒转来到对以色列人来讲起即个信息。咱就来看今仔日的即个经文。第1节真特别，伊遐讲伫迄日，然后讲起上主要用迄个来国定的剑，要刑罚海兽，也要搁杀死迄只海怪。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表达的所在。进前咧讲起上主要审判列国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对敌。后来搁讲起迄个真象征性的、真骄傲的城市，也要毁灭。顶一章咧讲起遮，到今仔日搁进一步，上主要对付迄个敢若远古以前、历史以前的迄个神话的世界内底，迄个海兽甲海怪。海兽即字原文是 Leviathan， 咱一般啊翻做利维坦，有诶翻做海怪，是有些翻做蛞鱼。后壁佫讲到海怪的时阵，英语圣经一般甲翻做灵，dragon。不管是海怪、海兽，拢是咧象征迄个骄傲、背叛、邪恶的迄个力量。伊是一个古早故事内底的象征。即个海兽若出现的时阵，就代表伊要威胁上帝要创造的迄个特殊。上帝，咱会记得上帝创造世界以前，深渊、混沌的一个混乱的世界。上帝用创造建立即个特殊。海怪若出来，表示讲要搁威胁即个特殊，要搁互伊倒转去混乱的迄个状态。所以伫遮有真特别的一个意涵。咱看了结论的时阵，才搁来讨论即个。接续落去，第2节到第6节是一首葡萄园的歌。咱会记得头前第5章1节到7节已经有出现过一解葡萄园的歌。即解的歌甲头前的歌是要做对比的。伫进前迄个歌内底，本来是唱爱人唱的歌，后来迄个歌变调，咱讲变做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伫进前的歌内底，葡萄园应该生好的果子，结果生袂出来，所以迄条爱的歌，则变做先知的审判的宣告。今仔日即个歌无共款，内底完全拢无审判，敢若讲起上主的救恩。伫遐讲上主要搁一摆疼痛以色列，就是伊所爱的葡萄园。进前伫头前迄首歌内底，因为无好的修行，上主全激怒生气，结果呢，葡萄园趴远，甚至去荒废。伫即首歌内底，上主讲伊要固守葡萄园，不时甲伊压水，每日甲伊固守，免得有人甲伊损坏。第4节佫进一步讲，我无要佫对葡萄园生气。咱会记得以赛亚进前足侪解，拢用迄个真强烈的表达，讲上主的生气也袂煞，伊的生气也袂煞。但即首水的歌讲，上主无要佫生气啊，伊的生气已经煞，已经煞。然后呢，讲若是有刺皮野草，我就要甲伊喷，要甲伊烧了了。进前刺皮野草满是规个园内底拢是，直到上主生气。当上主变做要对付这个刺皮野草的人，伊要甲因除去，要甲因除去。到第5节，进一步讲。因要甲我和好，
我也要甲因和好。吼，前一首歌内底，葡萄园的主人要求公平，要求正义，结果我都得到。但呢，伊要甲葡萄园和好，原文就是小龙，小龙出现2届，我要甲因和好，因就爱甲我和好。所以，咱若甲第一节海怪、海兽做对比，第5节拄好甲第1节是对比的。第一节伫遐讲海兽要破坏特殊，要制造混乱、混沌。而且上主讲，我要带来和平，要带来平安，要带来小浪。最后一节第6节，佫用迄个花园内底的建筑的迄个形象咧表达讲，以色列要定军，雅各要布艺开花，伊的果子要遍满全世界。这首葡萄园的歌是一首救恩的歌，也佫一摆宣告上主要佫甲以色列成做约的即个关系。这嘛会当连接到咱今仔日最后2节，咧讲起遐受掠归回的百姓，要倒转去厝里。要转去故乡重建家园，即个经常甲即个第6节也会送做一种的结论。即中间有插一段第7节到11节，即段经文真无容易理解。到第10节的所在，讲起一个坚固的城市。即个坚固的城市，若无要毁解，伊也要用拍远损坏。所以学者伫遐讨论，即个城市是咧指啥？倒一个城市？会当讲学者分做3派。第一派主张讲，即个城市咧讲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要互亚伟甲伊处罚，但是毋是足重的处罚，轻轻处罚，然后将来要互伊有愿望，这是头一种讲法。第2种讲法讲，即个城市就是咧指头前迄2章咧讲的迄个骄傲的城市，嘛有学者甲反做讲，就是迄个世界的首都，就是安尼高高在上，可能是迄个牧业的迄个中心安尼拢敢若顾家己骄傲的一个城市。即个城市要互亚伟甲伊毁坏，这是第2种讲法。较有意思的是，真侪最近的学者主张，这是第3个主张，就是讲即个城市是咧讲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就是咧指北国，北国以色列的首都。即个北国以色列因为背叛上帝，伫公元前722年，互亚述帝国甲伊毁灭，甲伊毁灭。所以即个若是咧讲第3个撒玛利亚的时阵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就牵涉到一个真特别的主题，就是讲迄个捌受处罚的迄个撒玛利亚，敢有可能阁倒转来，甲南国和好，两边会当和解啊无？变做有可能是这段在讲的主题。第7节伫遐用修辞的问法讲，上主拍以色列。敢有亲像拍其他遐个国家遐尼严重吗？伊杀害因，敢有亲像杀害遐其他的人遐严重吗？即种修辞的问题，其他的答案就是讲无啦，无上主并无安尼。所以咱的台语圣经直接就甲翻做直数句。上主拍以色列，无亲像拍攻击因的人遐严重。换句话讲，伫遮咧讲起亚伟对家己的子民，较无遐尔严厉。伊对家己的子民，永远有一种自爱的心伫遐。但是呢，虽然对因有疼，但是因为因背叛，上主袂凊彩就放因过。所以咱第八节读到讲，伊也要互因经验着去用拍线。流亡，第8节伫遐讲，透东风的日，用强烈的风吹散因，所以这子民犹原受到处罚。但是第9节
第九节原文讲，因为安尼，以色列的罪过要得到赦免，因的罪要得到解除。哦，原文用安尼，安尼是正面的。哦，因若悔改，因的罪要得到解除。哦，而且若讲到公元前722年，去用毁灭的北国以色列，安尼上主若要赦免因的罪，是爱带条件的，哦，带条件的。所以第九节咱读着讲，因就爱将因错误的宗教崇拜除去。哦，而遐咱的经文安尼讲，拍碎外邦神明祭坛的石，无搁有阿撒拉女神的雕甲香台。哦，这伫列王记的下卷17章就讲起，因就爱处理这个因的偶像崇拜的问题。哦，所以这段照咱拄仔分析是咧讲北国撒玛利亚的时阵，这段经文其实是咧处理北国撒玛利亚人倒转来的问题。哦，当因倒转来的时阵，敢有要悔改，有要改变。哦，因捌互赶线，捌互刑罚。因若伫第九节讲，因若愿意除去因的偶像，安尼因的罪就要得到消除。哦，但是搁落去真关键的第10节讲，若无，若无的时阵安那，因的坚固的城市要变做荒埔，亲像旷野无人徛起。因要亲像古代的树，打去断去。查某人甲捡起行火，吼，敢若进前以赛亚内底讲起迄个城市趴远，吼，变做牛羊伫遐热烧的所在，吼，所以伫遮敢若对即个北国提出一个提醒，恁敢有要愿意改变？若有，恁的罪得到解除，吼。到最后11节搁一解警告，若无。因就是无知的子民，亲像牛羊，袂记得家己的主人。吼，安尼创造因的人袂疼惜因，创造主嘛无要施恩予因。吼，所以这个坚固的城市撒玛利亚，甲耶路撒冷诚做对比。耶路撒冷是迄个上帝所听的葡萄园，要有平安。这个坚固的城市，敢有要改变？若有改变，就会当重建和解；若无，要变做荒埔的趴远。哦，这是7节甲11节一个真大一个问题的一个主题。哦，咱进入最后2节，搁倒转来迄个应允的主题。吼，12节甲13节拢有真水的表达。第12节讲，以色列人要对列邦中间去互选出来，捡出来。原文是讲，第一个，甲迄个，咱讲甲迄个，马仔甲伊伫迄个鼓场的所在，用风甲拍，用迄个扫帚甲拍，互迄个粒仔甲迄个坑会当分开，吼。分开以后选，会当选出迄个收成的果粒，吼。所以以色列人要亲像即个过程，要去互选出来。选出来以后，因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13节，伫遐讲要伫耶路撒冷遐敬拜上主。13节伫遐讲大基的扫角会弹，哦，这互咱想起彼年的即个。经文利未记25章讲，彼年每7个7年，彼年的时阵，就爱分扫角。分扫角的时阵，安那过去遐个做奴隶爱放伊倒转去得到自由。你讲买土地爱还别人，吼，彼年的概念就是一切拢倒转去到原来迄个状态。所以伫遮会当用彼年的概念来代表。遐受掠的人，也要倒转来到耶路撒冷。伫耶路撒冷的圣山，
敬拜上帝。所以最后这2节是真水的景象，讲起回归重建，然后安那伫圣山敬拜上主，一切拢要归于沙龙，归于平安。这是咱4章的这个启示文学的结论。替顶头4章规个做一个真水的一个主题的结论。今日这段经文会当互咱学习什么款的主题呢？我想有几个咱已经捌讲过，但是会当搁一届重复的真要紧的主题。头一个就是今日经文第20到第6节，这首葡萄园的歌，上主伫遐宣告。以色列要成做上主所爱的葡萄园，伊是上主拣选的、所疼的、保护的对象。这是非常水的宣告。咱其实已经讲过足侪届，但是这个主题应该一讲再讲，就是伫审判甲复兴、审判甲应允这2项内底，上主的本性是怜悯的，是慈悲的。上主毋是迄个永远生气的上帝，伊的本性是慈爱甲怜悯。咱进前借用诗篇103篇第8节到13节，一再讲起这个主题。我甲这段搁读一遍，互咱来受提醒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，袂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袂永远藏生气。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，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要遐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上主也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这是诗篇真水的一段经文，提醒咱上主袂永远生气。伊的本性是怜悯，是慈悲。咱去年咧读保罗的罗马书的时阵，嘛有一段真水的话，咱也一再咧强调这个概念。伫罗马书第8章38节到39节，保罗讲：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的，还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还是地下的神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测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这2段经文一再提醒咱是上主所爱的葡萄园。写了这段经文，咱的长老教会开创者加尔文对这段经文嘛有真水的描写。伊迄个，咱咧读到伊写的时阵，会当去想象伊迄个牧者的心肠。伊伫前尼华迄个教会牧会伫要30年。逐礼拜伫遐用上帝话咧提醒会友上主的疼。讲到这段上主的葡萄园，加尔文安尼讲：上帝就亲像一个去互囡仔模范的老爸，互囡仔惹生气的老爸。虽然囡仔互伊生气，但是伊搁较侪是怜悯的心，所以伊真自然就会对伊的囡仔表现怜悯的情。而遐加尔文用的字是 compassion， 怜迄个疼。因为上主的疼痛甲温情赢过伊的生气。换一句话讲，伊虽然会严厉审判、处罚，但是伊绝对袂怨恨伊的囝儿到底，直到伊无用老爸的怜悯甲疼心来对待伊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头一个真要紧的信息，
讲咱拢是上主所爱的葡萄园。有刺皮野草的时，伊也要替咱除去，要固守咱。这个主题伫以赛亚搁落去会一再出现。以赛亚咱看见为头前审判，慢慢转向上主的怜悯甲疼。上主对世界的疼，这是真要紧的第一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，咱今日第一节读到这段真特别的经文，讲 Leviathan， 利维坦。利维坦这字后来伫政治哲学内底，政治哲学家真爱用这字来表达迄个绝对的权力带来迄种的腐败，带来迄种毁灭。一个国家若绝对权力绝对化，伊会变做互人民受苦。这个 Leviathan 变做一个政治哲学内底真要紧的主题。但是伫旧约圣经内底，其实一再拢有咧讲起这个真有意思的主题。以色列的上帝，甲迄个深渊内底一个真恐怖的大只的海兽，不断的伫遐征战。这个怪兽，伫旧约圣经内底有无共款的名。咱今仔日经文出现两个海兽甲海怪。另外伫诗篇出现的另外一个名叫做 Rahab， 拉哈伯 ，Rahab 嘛是海的意思，海的意思。另外佫有一字yam，yam 就是海。另外佫有一字那好就是大水，还是真大的河流。所以不管咧讲野兽、海兽，还是咧讲海，还是咧讲大水、海怪。这拢是咧表达讲，伫即个上帝创造的特殊内底，有一个邪恶的势力，一直要甲伊对抗。事实上，这伫近东侪民族内底，拢有即种的创造的行为。真出名的就是巴比伦的创造的行为。伫巴比伦的行为内底，因的神叫做马杜克，马杜克甲迄个深渊的迄个海兽。Tiamat 伫遐相战，战到最后，马杜克甲即个 Tiamat 切做两半，切做两半，伊开始为遐创造即个世界。所以巴比伦因每一年咧庆祝即个新年的迄个庆典的时阵，因就会演即出戏，代表迄个神明的马杜克，甲迄个代表海兽的迄个 Tiamat， 最后摕刀甲切做两半。当因演到遐的时阵，所有人拢大声伫遐喊：马杜克做王啊！马杜克做王啊！同款的故事嘛，伫迦南的人有即个故事，就是因的神巴力抬死海淹，甲抬死大水那好。真有意思的是，即个故事嘛有以色列人的版本。以色列人的版本出现伫诗篇93篇，咱来去读诗篇93篇，就会读到同款的一个故事。一开始就讲上主要做王啦，上主要做王啦。然后第3节、第4节伫遐讲，上主啊，大水在夜影，大声哗哗吼，大水就是那好。然后后壁佫讲。上帝对天顶显出伊的威严，要赢过海，海就是淹，同款的用词啊。所以以色列嘛有即个故事，上主要赢过即个邪恶的势力，要依附创造的特殊。其实即种的故事，伫咱今日的世界内底，文学、甚至电影，嘛拢会演即种的主题。出名英国诗人 Milton 写即个《失乐园》，讲起上帝甲魔鬼中间的争战，魔鬼捌甲乐园抢去，所以 Paradise Lost， 迄乐园失去啊。但是后来Paradise Regained， 上帝佫甲
龙安那抢转来，抢转来，表示上帝赢过魔鬼的势力。美国作家梅尔维尔所写的《白鲸记》嘛是共款，Moby Dick 内底咧描写迄只无所不在一直出现的迄只海洋真歹的海洋，就讲起邪恶的势力一直存在。托尔金的魔戒，咱嘛知影，就讲共款的主题，邪恶、善甲恶的对抗，甚至咱的囡仔真爱看即个 Jurassic Park， 侏罗纪公园的这系列的作品，拢咧讲起即个世界有存在一个邪恶的势力，毋是咱讲无爱看，伊就会无去的。美国出名的基督教作家史坦贝克 （John Steinbeck） 写一本真出名得奖的册，叫做《伊甸园的东边》（East of Eden）， 伫伊甸园的东边。这本小说当然是咧描写现在伊真实的故事改编的，咧讲加州的两个家族，安那伫遐做歹，伫遐控制迄个房地产事业等等，咧讲起罪恶的现实啊。但是 Steinbeck 所使用的主题是创世纪内底该隐、泰斯、亚伯，即两个兄弟啊，头一届该隐、泰斯、亚伯了后，伊就去住伫伊甸园的东边。即句话嘛是咧甲咱讲，每一个人，咱出世，咱无住伫伊甸园内底，咱出世，咱就咧伊甸园的东边。表示讲，咱拢是活伫一个邪恶的势力甲世界内底。这是 Steinbeck 要表达的这个主题。今仔日这个经文讲，上帝要用中国来的剑将迄个海兽杀死。这是诗人真大胆的宣告。有一天，这个邪恶的势力，上主要甲除去。其实这嘛是启示录到最后21章的一个真要紧的主题。启示录到21章第20节讲，海也无去啊，海也无去啊。海就是咱拄仔咧讲迄个邪恶的势力。各位兄弟，咱做基督徒，无应该敢若关心，有时啊敢若关心咱个人的，咱讲个人的小恶，个人的小恶。我贪心啦，我骄傲啦，我会想要讲迄个欺负啊，我欺骗人啊，这是个人的小恶。但是咱做基督徒，咱嘛爱关心伫世界中间的大恶。这个世界内底，通邪恶的势力，通过无共款的方式，伫政治、伫经济、伫社会，甚至伫环境生态，邪恶的力量不断伫遐咧发挥。咱若关心这个邪恶的力量，咱就会去参与伫上帝国这个更较大的一个局面内底。上帝伫空虚混沌的中间创造特殊，当伊也继续咧做工。咱若咧告别讲耶和华要做王啦，咱嘛就要去注目这个邪恶的世界，而且甲这个邪恶的世界来对抗，不断来甲伊对抗。这也是参与伫上帝国的工作内底。今日的经文短短啊一句话讲，上帝要杀死海兽，要提醒咱嘛活伫一个邪恶的世界内底。最后一点，一个小的点，就是今仔日真有意思，咧讲起7节甲11节，咧讲起南国甲北国，有可能和解吗？真出名的这个一世人拢咧研究以赛亚的学者Wilberger， 伊咧主张讲，伫遮咧讲起的，就是北国去互掠去了后，当要倒转来，咱后来以色列人甲因叫做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转来了，敢有法度甲犹太人搁好咧？
今日经文咧提出一个问题：你若愿意改变，拄起遐偶像，定心认捌上主，安尼有可能你会做通拄起，南国甲北国就可能搁好。即个鬼学者布鲁格曼，伊讲即个合一的过程真无简单。那像美国的南北战争了后，美国的南方甲北方要和解，嘛真困难，经过真长的时间。啊，今仔日咱嘛继续看到即个对立的状态，特别犹太人甲巴勒斯坦人中间的迄种的对立，啊是讲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代志，到最近还佫咧处理和解，敢有可能？要和解，就要安怎做才会当和解？今日的经文互咱一寡线索，就是迄个当事人爱改变，愿意拄起偶像，愿意定心认捌上主。咱会记咧伫新约的圣经内底，耶稣2届讲起撒玛利亚人，一届是约翰第4章。伊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相拄，后来安那经过对话了后，引带即个撒玛利亚人认捌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伫遐上帝某一种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和解。耶稣慢慢讲过一个，咱拢真实的譬如，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如，一个人去用抢倒咧涂骹兜。祭司行过，利未人行过，但是撒玛利亚人停落来，愿意去照顾迄个受伤的人。而且耶稣嘛咧讲，撒玛利亚人嘛诚做咱的好厝边。所以和解是一个伫咱即个时代爱不断去追求的一个主题。今日经文嘛提醒咱南国甲北国，敢有可能和解？以色列甲巴勒斯坦，敢有可能和解？这也是咱做基督徒爱做伙注目甲关心的真要紧的题目。今日经文嘛继续甲咱带到今日这个时代所面对世界处境，希望咱用信仰的眼光做伙来学习信仰的功课，也看待这伫咱身躯边所发生的代志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恩典天堂的上帝，伫今日经文中间，阮听到主你的应允，阮是你所听的葡萄园，你要顾守阮，要除去刺皮甲野草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你的生气已经煞，你要定心疼痛你的主名，这诚做对阮真水的安慰甲信仰的告别。今日经文嘛讲起，你要对抗邪恶的势力。这邪恶的势力，毋是干那存在伫个人，伊也存在伫世界。通过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态，侪的问题，邪恶的势力伫遐展威。恳求你也互阮有气力，愿意去面对邪恶的世界。今日经文最后佫提醒阮和解要紧。北国甲南国若会当和解，就中建甲合一。今日即个世界也需要和解的气力。恳求你将你的信仰的智慧赏赐互阮，互阮继续咧读以赛亚书的中间，对即中间得到智慧甲生命的勇气。阮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48首，圣诗548首。
我是为基督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纪念228，为着新式的历史、健康的国家。第二项，为着全球宗教自由，公开敬拜上帝，并传福音。第三，为着快速变迁的科技时代，会有信仰的智慧，请咱做伙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司县长杨一成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伊伫上疼的享受和平的主，78年前台湾这个都市发生228事件，恳求主享受阮新的气力，互阮勇敢面对过去的伤痛甲无公义，互阮夺去一切偏见甲冤仇，拆毁过去的墙，消除中间的敌对。会当彼此接纳、彼此相听，来建设光明乐美丽的台湾，来促进人类的公益、和平甲进步。里面的主疼痛的提拔，恳求你施恩怜悯，保守每一个毋茫敬拜你的人，拢会当伫自由甲平安中学到你的圣名。阮为着这因为信仰受压迫的兄弟姊妹祈祷。恳求你坚固因的信心，享受因勇气甲毋茫，愿你的疼充满因的心，互因伫艰苦中犹原经历你的同在甲安慰。享受阮在目的主，伫即个科技变迁、假消息太过过的时代，恳求主保守阮有对你来的智慧，会当分别真理的神甲美血人的神。恳求主享受阮一粒谦卑的心，坚固阮的信心。知影无论世界安怎进步，你的智慧甲疼，才是阮永远的倚靠。互阮会当持守当初的疼心，正做别人的祝福。安尼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
即时咱来奉献。会众请起立，用奉献诗来祈祷。请坐，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。第一项，今日下晡2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神学礼拜日，邀请詹忠新牧师来分享伊的册。旧约圣经历史册，欢迎兄弟参加。第二项，今日暗时6点半，伫大礼拜堂要放映电影《一个人的倒数的理想生活》，这是灵权的电影，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看。第三项。儿童主日学定伫即礼拜5、拜六举办耶稣教会的活动，请厝里有报名的囡仔甲家长来参加。第四项，今年的清明追思礼拜定伫3月30。古活节的下晡1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。要孝念个人的家庭，请伫3月23号进前找办公室来登记。提供个人的写真的电子档，甲怀念的文章。第5项，圣经学校的春季班伫礼拜煞伫礼拜堂的外口受理报名，对后主日3月初2
开始上课，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，也请大家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。上课的课程伫周报拢有刊，请大家家己看。总共第一场礼拜煞有4门课，第二场礼拜煞有2场课。拜六下晡有赵牧师的课，请大家找家己有用的时间来报名参加。来看第7项，再来补充报告。教会定伫即礼拜5、28的下晡2点28分，伫大礼拜堂来举行28纪念礼拜。迄时，教会会讲经39摆，来纪念事件的受害者。迄天会邀请美国的人权工作者傅西秋牧师来讲道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8项，3月初1拜六下晡2点，伫教会小礼拜堂来举行傅西秋牧师的新册的分享会，也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9项，大斋节期的第1日太泽基督会定伫3月初5拜3暗时7点半，伫大礼拜堂举行。详细内容请大家家己看。第10项，教会甲新兵协会2025年爱的练习室的婚姻成长团体，定伫5月到10月，每个月有聚会，欢迎已经结婚也是今年要结婚的翁仔某来报名参加。要报名的 QR code 伫周报顶面，请大家参考。团契消息：妇女团契即礼拜2有聚会，少年团契即礼拜5因为28暂停聚会，请客友注意。具体消息：带米伫细的妈妈蔡和焕姊妹。伫2月11日，安孝主怀女婿89年，愿主安慰伊族。个别礼拜定伫3月初6拜4上午11点，伫殡仪旅馆华爱馆祭米3厅来举行。教界的消息：事工的聚会、侍奉者的安排、顶周的奉献、本周聚会甲大多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这时请陈永文牧师来补充。大家平安。我遮手头无迄个来宾的单，但是我为美国倒转来 New Jersey 转来，我的朋友JC 甲美玲伫后壁，咱欢迎因请徛起来，阮欢迎一下。请咱兄弟彼此请安做伙来吟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2遍。吟诗煞，请弟永文牧师祝祷。Amen.
愿上帝平安，瓦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日岛闭会。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礼拜堂外面雨伞骹，请牧师为你祈祷。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茶饼会交易。